見到 Hello Kitty 嘅第一印象係咩呢？粉紅色好可愛定係細思極恐？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呢隻全球最紅嘅無嘴巴貓背後嘅設計秘密同埋黑暗傳說啦！有傳 Hello Kitty 原名係北川玉上，係日本古代一位將軍嘅女兒，但因為佢外貌唔出眾，被家人冷落，結果對世界完全失去希望。喺15歲嗰年，佢選擇喺自己間房上吊自盡，而佢嘅媽媽因為傷心過度而離世。傳聞話佢哋自盡嘅房間成日傳出女仔嘅聲音，搞到好多人驚慌失措。為咗平息輿論，將軍決定以日本吉祥貓為原型，命令匠人雕刻一隻冇嘴嘅貓。但官方多次否認呢個純屬係網友創作出嚟嘅都市傳說。其實 Hello Kitty 冇嘴係同第3代設計師山口裕子嘅設計理念有關。佢特登冇為 Hello Kitty 加上嘴巴，就唔會露出悲傷同埋憤怒，象徵純粹嘅安慰。設計師希望 Hello Kitty 成為一個用心靈溝通嘅角色，唔需要透過嘴巴或者言語去表達情感，唔會俾佢情緒影響。不過值得一提嘅係，喺動畫或者特別嘅劇情入邊，例如食嘢或者講嘢，Hello Kitty 就會畫上嘴巴。大家仲有冇其他人物嘅冷知識想知道呢？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啊！